认三郎无毋对，但是伊毋是恁囝啦。无你叫伊出来见阮一面，哪只是毋是三郎？我嘛通有死心。是啦是啦。好，我来讲几工，恁到底是啥物想？若要甲阮姑爷见面，哈？我反正今日提用，你还是等你增加过年生活啦，啊！你反正是你小等你，我甲你讲，我今日若无见到阮囝一面咯，阮绝对唔走的啦。我甲你讲吼，反正阮小姐交代过来吼，我咱甲恁转达啦。后壁走唔走是恁兜的代志啦。我再甲你讲吼，阮做家真个搞是真歹的，时间来加入我无甲你负责哦。这位大哥，是有啥物代志啦？吼，请你转告周小姐，伊的好意，阮真感激。啊，毋过，这个温柔，阮袂用的。无咯，哼！阿娘，咱来走。三郎伊无想要记咱，伊一定有伊的苦衷。咱来等。我这个新妇的，遐尼大量哪会遐尼快啦？也毋过我这做阿娘吼，绝对袂当原谅这个不孝子啦。阿娘，不管安怎讲，我心是敏感，心是敏感的骨。就算讲三郎伊无爱我，我嘛永远友好你。我这个好媳妇，快快快，咱来等。姑爷，代志拢办好，啊，即马骨煞咧。好，照小姐的交代去做。阿坤，这件代志交互你办。哎，金姐啊，无法度啊，我行袂起啊，哎，小姐就会去啊，来这边。阿娘，你的喙干无？无我来溪边用一寡水来互你啉看。金姐啊，我袂水干啦，我是伤心啦。阿娘，莫搁再想啊！你以前毋是定定口讲我讲，家咱的永远拢走袂去。我相信讲，三郎伊真紧就会转来。哎，我在讲幸福啊！你要知影讲三郎，伫咧招家，伊还骗唔甲咱见面，你安尼无怨恨，你无搭紧，搁伫咧苦劝阿娘吼。阿娘，三郎伊会安尼做，伊一定有伊的苦衷。咱莫搁再讲啊！天啊！我是做啥物嘢人，乃是一款肥小子。好，既然伊对我安尼不牢，我就来去管好甲伊告。阿娘，这难谈。安尼毁掉三郎的前途，你知无？金姐啊，伊都无受到咱的生活，你搁替伊咧讲话，啊？无怪你啦，我一定要来甲告囝，我一定要来甲你要创啥？我是要杀恁周谢天。阮甲你也无冤无仇啊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只是你无应该来赵家庄。我知影，你就是赵家庄迄个大哥。对啦，就是迄个大哥啦。既然叫恁识我，就坦白甲恁讲也无要紧。我就赵家庄阿坤。那你是安怎要害阮？是毋是阮囝？既然恁要死啊，我就坦白甲你讲，较要互恁死不明不白。俗语就咧讲，水是向家流，人是向船边。闵三郎这么无简单，在你赵家庄做阮姑爷，佮再讲伊以后的前途是无可限量。恁无应该在这个时阵出现，知影无？三郎，伊竟然唔认讲伊这是伊的某囝，不要紧。敢我连我这伊的老母，伊也唔认，佮叫人来害我心，
小等下，别抬台湾好啊！你莫抬阮大家，拜托。不用的，不用的，你别抬我的新妇，我已经老啊，死我无可怕，我是应该爱死的人。要抬你抬我，你掠我新妇一条命，我求你，你爱来死。好啊！好，世界我唔捌看了，趁要死就爱烧钱啦哈！恁两有够奇怪，拢免烧钱，反正两个都要互你死，哎！无连兄啊，咱咧无目标咧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是要行为倒位去啦？好再讲，地高入口也无人知影，咱安尼行，袂输敢若海底梦尖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只要我有信心，一定找得到的啦。唉，就算你找到你阿娘，又搁用安怎？甘讲你用做判官，判你阿娘无罪啊？对啦对啦，这个随人的业障吼，都爱随人家己去承担。这款因果的代志吼，总讲互你幸福的力量啦，嘛无法度人来改变。我知影啦，也毋过，伊是阮阿娘呢。我看伊安尼受苦，我实在是无法度通去忍受。只要我来当找着要去阴间的路，我一定要落地甲将阮阿娘救出来。快点去照中央！你讲叫我啦，叫天叫地拢无路用，我看你两我给拎命来啦！快点照中央！哎，你放下！臭卫生，无你的代志，万个官人阿叔，不然我藏你有代志。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算有啥物血海深仇，嘛无应该动刀杀人啊！我无得时间解决活水去，你若我先官人阿叔，我探你出台。你这人是足长的呢，我若无甲你教饲者吼，你毋知天地有偌宽。小夫，我看你在找死！我就等你啦！你的手当是安怎？哼，无路用的骹小，拄着恁祖妈，算你较衰啦。安怎？你对人是要杀我？哪了？我这阵就你的性命！哎呀，你袂用去杀伊的。我有啥物的？哎呀，你看你啊，迄个人走去啊啦！小青，任何人都无权利通去取别人的性命。我是去救人呢，你若反倒都爱怪我哈？我只是要互你了解，讲救人，并无一定爱杀人啊。对啊，你以前连鸡都唔敢抬，即摆哪会变甲杀气腾腾？因为哦，有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人哦，定定出现踮在我的面前啦。你即摆毋是咧讲我呢？你心内有数啦。你小青，你两位莫阁讲啊！这位女施主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师傅，我阿娘会死，是因为我要去石家庄找我的翁婿，结果阮去到石家庄，才知影讲我翁婿已经变成因的狗爷。唉，人咧讲鸡屎骆驼都有3寸烟，这个明山龙实在是真可恶，连我这出家人听到都会生气。好，我替你来衙门告伊。想袂到讲，三郎的心肝会遮尔笼统，伊无爱恁伊的某囝，连老母嘛无爱恁啊！唉，我都讲过啊，什么上可怕？心魔啦，心魔才是上可怕啦。管他伊什么心魔啊，代志甲拄着啊，这拢是缘分啦。无呢，咱替金车姑娘来衙门告伊。师傅，这件代志，无的确毋是明三郎的本意。这毋是三郎的本意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是讲，假使若毋是明三郎的本意，那安尼，伊的本性袂歹，即马回头应该还阁袂慢咧。那安尼你是按算要安怎做？师傅，这个代志就麻烦你发落一个，我要来去石家庄一撮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哦，你嘛较这你嘛先叫大夫来哦。先顾一个药啊，等下才叫大夫啦。啊，
疼死我，较紧的啦。忍一下真是无路用，两个查某拢抬袂死。无咯，小姐，你都唔知咧，我迄当阵哦，拄两个花心，搁一个查某，尤其是迄个查某哦，敢若杨花春呢。夫人啊，我看哦，这件代志到这煞煞去啊啦。袂用的，我讲过，你若活咧一天哦，这件代志就袂煞。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万一若官府知影，到时阵就……你到底是咧惊啥？连阮赵家庄财大势大，有啥物代志是袂当解决的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搞啥？向讲。小姐，外口有一个花商吼，讲要来甲小姐甲高爷恁两个化缘啦。哈，要甲阮化缘哦。系啊唔，遮简单，你几仙钱互伊就好啊。我就是已经摕钱互伊啊，但是拢无爱啊，佮一直徛喺门口口袂走呢。这个花销到底是要爱啥？我出来看看。这位师傅，听讲你是来阮遮化缘的，这个囡娘，算讲是我的心意，你会当走啊？民间化缘一向与众不同，银娘并不是我所要化缘的物件。这囡娘唔是大家拢真爱，你化缘无爱囡娘，无你是要爱啥？民间所要化缘的，是一片的好心。你这个花相是真奇怪呢。我头一摆听讲，有人要化缘好心。只要若是有缘，自然就有这款物件通好布施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会当报答你好心吗？真可惜，阮兜的金库哦，无这项物件。民间感觉甲恁赵家庄真有缘，唔知会用个请赵姑爷出来，大家见一个面。阮想讲无用，这位师傅，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就无奉陪啊。小等，小等。阿爹，你上来哦。人欠着请入来那边皇帝讲，阿爹，这个花相哦，分明来找麻烦的啦。讲要来化缘，我还囡娘伊拢无爱呢。讲要化缘，什么好心？好心。嗯。会讲这句话，师傅一定佛法就一定研究真深的啦。不敢当，万物皆有佛性，只是已经到，甲也未到而已。来，请伊入来内面坐一下，我真侪代志要请教伊。好啦，叫阿爹讲安尼啦，哈，请伊入来哈。春明啊，请师傅来内底奉茶。是。师傅，我这查某囝自细嘛想过听信师，你莫见怪。阿弥陀佛，师傅，请。来，请。请。有哪扭了？无彩啊。请用茶。想师傅贵宝是唔知伫什么所在？阿弥陀佛，民间一向云游四方，到处为家。这回是经过这个所在，感觉甲赵家庄非常有缘，所以才会来向赵姑娘化缘。希望元月唔通见我。啊，若无去嫌歹所在哦，加大几工啊！安尼我就搅扰了。是讲，请问师傅，你讲好心这两字是指啥？民间化缘一向重缘分，即马我无想要化缘什么好心，只求元月会用个，互我带府上加大几工啊！哦，莫讲规家，一世人住在这袂要紧啦。但这个回收明明就是要来对付我的啦，啊，这声是要安怎？小姐，甲我讲动手过迄个查某，我咧想哦，可能是甲伊花相共路的。高爷讲伊无毋对，伊一定是有准备来的。你可有资格通我讲话哦？叫你办代志，你倒一摆办得好，颠倒哦，甲我惹遐尔济麻烦，你看。夫人啊，我看吼，我也是老实，甲夫禀告，唔通阁一错再错啊，好唔？你讲什么笑话啊？我是恁某呢。你若互阮阿爹知影讲你自早娶过某，一定会将你赶出去。袂啦，岳父吼，伊是一个明是非、讲道理的人，伊应该袂安尼做啦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阮阿爹会将伊接转来赵家庄，我再男人公家翁呢？这种代志你免讲啦。小姐，啊那呢？你要安怎样啊做？我看迄个花相来者不善，
我嘛爱互伊知影，我石秀芳毋是遐尔好掠的。哦，小姐意思是讲，先下手为强。恁过来。我会自强自立嘛，做男儿。这是什么所在呢？这是什么声？伊谈像是阿娘的声呢。阿娘，阿娘，你伫倒位？你伫倒位咧？娘，阿娘，你伫倒位？阿娘，阿娘，啊，阿娘，阿娘。阿娘，是我啦。无莲，你哪来伫遮啦？阿娘，你是安怎会伫这个所在咧做苦工呢？行，紧甲我转来去。不行，我今日来打300担，才会去休困。什么300担？是什么人叫你伫遮做这么粗重、这么艰苦的工课呢？因为阿娘听恁阿舅的话，今仔日才会伫遮伫咧受苦。那呢？我替你担。不用，任何人都无法度替我担，就算讲你替我担，阿娘今仔日嘛就要打300担，才会去休困。我打300担了后，明仔载就会当转来去咯，好？明仔载还阁明仔载的工课咧，我都比凡人更加艰苦啊！谁讲我毋是凡人？我毋管你是毋是凡人，为着我就是要带你转来去，我要叫你转来去。你是我的阿娘，从无讲，我的目睭紧紧，把你伫遮受苦心。讲紧啊你用这石头闹好啦，用你破物件嘛无法度将这个天啊讲地。我唔相信，无半项，这头袂用，感觉我的头头本来无法度死。无莲，你有面可怜。哎呦！师傅，你是安怎啦？又搁是咧做梦？啊，原来你是咧迷茫哦，害我惊一下。去甲你吓惊着啊，真实的。啊，你来这是要创啥物？我是奉阮姑爷的命令来请师傅你来去后花园啦。伊有准备一寡素材吼，要甲师傅你请法。那安尼，请你带路。请，无莲师傅，这请。师傅，我甲三郎提备阮准备这个素材来向你陪罪。是啦，师傅，请坐。出家人食清真简单，恁传甲一道遮尔啊澎湃，若侪人食毋就好。假使若专工为我传的，民众感觉真罪过。师傅确实是负心慈悲，以后一定遵照师傅的规矩来行。啊，毋过菜都已经煮啊，师傅你就免客气啊。是啦。两位施主约我来遮，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明三郎，有啥物话？做你讲袂要紧。是安尼啦，我甲秀芳结为夫妻，这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啦。啊，我知影师傅即摆来石家庄，有若是为着这件代志。
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叫人分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自己，不想你真